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相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你送我的花，感谢你所讲的话。无论情我深爱我深，总是伤害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试半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我酸，风我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兰阿妹结婚迄一暗，伊的翁婿不幸心脏麻痹来死亡，伊的大家鼓励阿妹搁嫁，而且叫伊甲一个叫做赵家港的来相亲。这个风流的赵家港啊，因为唔肯娶一个死人的查某，所以逼伊的同学李阿德改伊的名去甲阿妹约会。想袂到两个人所一见钟情，本来家港有答应讲到时会娶一个叫做有心，去互阿德放杀的查某，要来替阿德解围。哪知影家港看到阿妹生做水，想要甲拍，所以代志的故意条件歹讲个清楚。阿妹一个生气呢，挖头做伊走。经过无偌久，阿德去庄卡监督做桥的工程，正拄好，细厝拄偏偏睡伫阿妹的因兜啊。来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位哈就是是妹，伊是阮新妇啊，阿妹啊，爱伫农会咧上班。你两个熟悉是？真熟悉呢。你这个爱情的骗子大色人，你真正叫到阮家来啊？我甲你讲哦，你即摆就甲我出去哦。啊若无吼，我就甲扫帚甲你吼。阿妹你先通啊啦，嘿，你对人客遐尔失礼着，咱是乡长带来咱兜租厝呢。哈？伊来咱兜租厝？对啊。妈，你免甲厝租的这个爱情的骗子大色人啦！阿妹啊，你是讲什么嘿？妈妈听拢无啥啥。妈，伊就是咱兜相亲迄个赵家港啦。伊是赵家港，是你讲这爱情骗子，害人大巴肚，无负责，你赵家港哦？就是伊啊！伊吼根本毋是来租厝的啦，是来诱拐我，就是要骗我的身躯啦。唔对，你相亲迄个人叫做赵家港啊，叫做李阿健呢。什么李阿健？伊就是赵家港啦。你敢真是赵家港，毋是李阿健？我今仔日一定袂使承认甲伊相过亲，以后才找机会来解释。遐若无你讲袂清，迄若叫唬出去哦，因南部所在好大无要紧，迄庄仔头人若就是我真正是一个色人，我以后要安怎伫这个庄仔头甲人徛起？无啦，阿嬷，我毋是赵家港啦，我李阿德啦。甲你新妇，我都毋捌甲伊见过面、相过亲呢。啥？你毋捌跟我相过亲？捌啦，小姐一定是认着人啦。对啦，阿妹啊，你可能认着人啦。咱伊吼是工程师呢，是乡长介绍来哦。而且你看伊生做吼，根本都无像一点仔爱情骗子的。就是嘛，你斟酌看卖，我中好老实呢。好啊啦，你免而遐咧假老实啦啦，你就是赵家港，跟我相亲的人哦，就是你啦。我就抓，我毋是赵家港，你明明就是伊。我毋是。我会气死，明明就是伊，佮讲毋是。小姐，你是毋是目睭脱汤啊？我气死！妈，我啉酒袂掉啦，我会叫气死啊！阿妹，你什么好气啦？就是嘛，阿嬷，
你这新妇吼，是毋是阿当妈笑倒笑倒？他妈笑到，阿妈，你哦，赶紧带你新妇去看医生啦。我有代志找乡长，好，先来走。我是死叫。阿妹啊，你神经真是有问题哦。妈妈唔捌看你安尼哦。妈，伊真正是爱情的骗子大色人啦，咱绝对袂用一家做做伊啦。哎呦，袂啦，啊，搁再讲吼，这租约嘛拢签好啊，啊，妈妈嘛答应讲吼，叫伊来挖咱食饭。啥？佮骗咱共倒食饭，啊，将来你要骗我共床啊？袂啦，你人来骗人就好啊。妈妈是讲吼，好，我有法度证明伊就是赵家港，好不好？你甲赶出去！阿妹啊，阿妹啊。对吼，我来庄卡进前，高连院长有交代我讲，我是咧想讲问高林伊吼，甲刷来庄卡啦。所以你这边吼去庄卡吼，你甲我斗找看卖，看有一块土地价钱较俗咧无？哇，地点较适合的，咱来去这边高林。无问题啦，院长，这代志包在我身上。只要我找到你的身份证明哦，就已经证明李亚就是你的家。要不我安尼做法那是唔对吼。那甲这种爱情的骗子、存心不良的人，佮该讲啥物做法对唔对啊？奇怪，啊我标无，安尼一定是亏伤的。找什么？物件，佮身份的证明哦。无你入来是要安画一声哦？你是存心要惊死人？有啦，你咧做惨呢，我本来使画啦，我若画落哦，规整个人拢知影。莲花哦。啥？你讲我是贼咯？你若不是做错，你走我房间要创啥？瞧我的落地啊，佮变我的皮箱。我哦，你是要证明你是赵家港啊？我才无爱信，我看卖我有物件胖去。哎呦！我3万块美金的机票，哪会无去？是不是你摕去？我无甲你摕哦。无，你派出所才讲，我全镇的人吼，拢知影讲你来我房间哦做菜。别去派出所啦，我陪你嘛。陪哦，迄3万块美金吼，是我要来娶某的呢。这声某无去啊啦，陪你要用啥陪？敢讲你愿意做我？哎呀，好啦，我做你某嘛。你好，做阮某。好啦，莫安尼啦，我无胖记钱啦，我嘛袂叫你做阮某啦，你吓惊啦。哎呦，妈阿妹啊，啊你若在你姐房间啊？我听你讲做什么某啊？什么你？我，你唔敢讲，我来讲。
阿妈，伊吼爱着入来我的房间吼，敲我的落地啊，啊，搁变我的皮箱。瞧你那地啊，变个皮箱。哎呦，啊，这就好亲像做某的，啊，怀疑翁婿伫外口有查某，啊，你找证据。哎，对啦，差不多就是安尼啦。对啥物对？啥物差不多是安尼啊？哦，唔对，无啦，阿妈，我是讲吼，伊就入来我的房间，啊，敲我的西装，搁变我的皮箱，啊，即个代志吼，伊拢无做。伊是惊我讲吼，拄啊搬入来吼，啊，即个房间足垃圾的，所以讲伊入来甲我摒扫。对，妈，就是安尼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对，就是安尼啦，所以讲吼，妈，我拄啊就是讲吼，伊遮尔爱清气吼，啊，搁遮尔骨力，所以讲我讲伊一定是一个好某。你讲得足实在。是讲阮家己来都无这好气，结婚迄一暝就来嫁生去。妈，你就莫搁讲我甲记来代志啊。好啦，莫讲，啊，对啦，李先生。阿妈，莫叫我李先生，叫我阿迪就好啦。好，阿迪啊，你拄啊讲要来房间摕物件，啊，再去找兄弟讲代志。对啊。那安尼吼，你著顺续请兄弟今暗来阮兜食饭，啊，咱嘛算有缘啊，你再来租我的厝对无？好啊，我一定甲约。阿妹啊，阿弟啊，房间吼，你著甲拼，啊，小等来灶骹交斗3工，吼，啊，我先来去。好。我接笑啥？像我甲你讲啊，拄啊你母啊伫遮的时阵吼，我著应该甲讲你来我的房间敲我的落地啊，搁变我的皮箱，啊惊我吼当做是你是贼，拿去派出所，所以讲才讲。你敢？我就是唔敢，且无讲。好啦，这个讲实在吼，关于着你对我的误会。我对你无误会啦。哼！看你个晓爱到什么时阵？我想一个办法吼，把你这大色人赶出去，我就无叫兰阿妹。你万一迄个小狗目搞我赢好无？我要惊死呢！我是用什么小狗毛要来甲你赢啦？我是那种关爱眼神吼，直咧甲你看，因为吼你这个爱情的骗子大色人，你真缘投搁一个人啊！哼！哦，你唔通甲头弄坏呢？我都怀疑要搁弄我破，要弄我死，但是安尼看了，哼！哦，唔通弄歹去呢？喂，普拉萨，什么代志？家赶的爸爸要我过来帮忙你，你告诉我你现在的住址。哦，我拄啊搬入来啦，住址敢若是中山路35户。快的话，我今天晚上就去找你。OK， 好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。我的热情，嘿，好像一把火，哦，燃烧着整个沙漠，耶！太阳见了我，耶，好像照着我，哦。天！哦，迄光头白人呢？你即摆是神经线搞无安啊？哟，啊！我甲你讲哦，我总算是实现我爱情美梦啊！我拄则去问阿妹吼，伊决定我爱笑鸡港。哦，无爱笑鸡公，安尼就是要爱鸡卵，啊，不是地补着。毋是啦，伊是讲招鸡港，招鸡港啦。哎呦，迄招鸡公较风流，迄怎要治啊？我介意呀，是我的梦中情人呢。哦，你莫咧欠债路啦。对吧？阿妹也毋是甲你讲，
讲伊拢骗查某囡仔的感情，害人大发作，后人为了伊自杀的呢。爸，你唔捌听人讲过哦白哦人强？我今仔马上就要来台北找伊，对伊展开我的热情攻势，处于我这边来。哎呦，你莫下死下情啦！有影？哎，有情丢其女。爸，你即摆是咧讲什么地步啊？我敢有讲这句啊？无啦，我是讲哦，查某囡仔人唔通接来见笑啦，啊，较无咧查某囡仔人咧倒脚打波哟。哎呦，爸，你真正是下路去去了啦！即摆是什么时代？还阁会粪扫桶内面的观念？我若无去星期五餐厅倒追牛郎吼，你知干嘛做假仔啊？哎好，我别和你讲遮济啊！我今仔是要来换一束新鲜的衫，要来穿我的超级感。变啦，已经来住伫咱家啊啦。你讲啥？爸，我的心肝仔已经住入来咱家啊！我拄则才带去客房呢。耶稣上帝，观世音菩萨，感谢你，予我心生如意。我马上来向伊表示我对伊的一见倾情。哦，我的热情，好像一把火，燃烧着整个沙漠。耶！讲啊，你在做？我嘛要对来去看水尾仔甲鸡港搬爱情戏，现场转播绝对精彩。安娘喂，现在我连我家己拢叫我家己惊着啦。哎呦，只要我对阿妹吼下一点仔功夫，伊规个人若要骗过来吼，我才唔信呢。尤其吼伊 SPP 色白白。哇，敢若看伊的背影吼，我都互伊杀个死死昏昏去啊！阿妹，伊就是我甲你讲的水花啊！哎，你是咧弹啥？有啥啥？我差点要给破条命了。我即摆是手夹着。啊！刚才一点我死死去啊啦！哎，什么？叫我心老精片啊！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迄石鸡港足风流的咧。爸，客房内底大吼，毋是石鸡港。水尾小姐，水尾小姐。就是伊啦，就是迄港人要港亲啊！无啦，误会啦。啊，谁知影你会弄入我的房间啦？啊，看唔到伊啦。我叫是讲伊是阿妹咧。怎么样？阿伯。哦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。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怎么样？阿伯。哦。阮表小妹叫你算一个，一间都遮大间啊！昨天你表小妹啊？对啊，你也看一间都遮大间，伊就，哇！哦，对啦，你就是迄个叫石鸡港放三个大骨头的大囡仔的表兄嘛？对，就是我。等下，哇，规个拢飞去啊！啊，嘿，最尾仔讲你就是石鸡港，即摆阿妹讲
你是迄个叫石家港骗去迄个查某的表兄？吼，那味炸炸呢？无啦，姊妹啊，我哦当然是正港的石家港啊。啥？拜托你哪会是伊啊？你俩做我毋捌亲捌看过伊哦。毋是啦，恁看到迄个石家港吼，伊吼其实是一个爱情骗子，大色人呢，伊的正名叫做李阿德，李阿德。啊，原来伊叫你的名哦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甲毋敢记太阳球，别人敢有可能亲像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，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，从今